大家好，歡迎嚟到財經策局嘅 podcast 啊！今日咧都想講下李家超撤換雙雄，即係楊潤雄同埋林世雄啦。咁楊潤雄大家都講咗好多啦，咁我都唔再重複啦。但係我只係想講句咧，我真係覺得咁多個局長入邊咧，最抵炒嘅真係楊潤雄，因為無論佢喺教育局，以至喺而家所謂文體局入邊嘅表現咧，都係強差人意，而且佢嗰種死撐嘅態度咧，的確令人係相當厭惡。咁但係我想今集咧集中講下林世雄喎。林世雄可能大家會印象比較模糊一啲，我相信都係普遍市民對呢個局長嘅印象。咁但係我自己咧會對呢個局長咧，其實我以前都冇乜太大嘅特別嘅感覺嘅，因為佢其實係公務員出身啊嘛，大家知佢基本上都係參與一啲工程師嘅項目啦。咁之前喺發展局、土木工程處，其實基本上都係做一啲公務嘅工作。咁所以由佢接任運輸及航運局，大家記得喎，運輸及航運局係一個新嘅部門嚟嘅喎。其實係喺林鄭年代咧，因為有見運輸及房屋局嗰個工作量實在太重啦，咁所以就建議拆分為運輸及物流局同埋房屋局。咁喺到李家超年代就繼續執行。咁而之前嘅局長就係陳帆啦，咁到李家超嘅年代，運輸及物流局就係林世雄，房屋局就係韓永賢。咁韓永賢嘅表現大家相對係肯定一啲嘅。咁但係林世雄其實就印象唔係太深啦，因為始終都係做一啲比較實務性嘅工作。咁當然有啲人就會數話有一啲工作表現都係唔理想，譬如講緊颱風之後嘅交通安排，以至係譬如一啲大日子、旅行日子之後，啲內地居民要過關翻上去，亦都安排運輸交通不足，以至係機場亦都曾經出過問題。咁但係呢啲其實都唔係太大問題。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印象點解對呢個人咁深刻呢？其實係講緊自由亞洲早前有一個報導啦，其實係講緊今年年頭，自由亞洲係做咗一個片段咧，其實係影到咧8號貨櫃碼頭咧，其實係基本上係空無一車或者空無一櫃，基本上成個貨櫃碼頭8號碼頭啦，係大部分都丟空咗。咁而當時運輸及物流局咧就做咗個反駁聲明，佢話自由亞洲電台係捏造事實，認為佢哋係無中生有，認為相關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急劇退化咧係無理嘅評論，而且冇事實基礎，話唔會接受呢啲咁嘅捏造事實嘅肆意批評攻擊。甚至佢係引用咗一個內地所謂新華波羅的海嘅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報告，話香港嗰個綜合實力排名咧仍然係全球第4。咁但係大家知其實香港貨櫃碼頭嘅排名有20年前嘅全球第一，而家已經跌出全球10大啦。基本上我哋睇翻實際嘅數字啊，唔同佢拗呢啲所謂邊咩捏造事實啊，或者無中生有，我哋睇數字。我哋講緊葵青貨櫃碼頭嗰個吞吐量，其實係出現咗一個驚人嘅下跌。你講緊係由今年年頭1月係得一個正數，係回升咗16%。咁但係由2022年開始到啱啱嘅2024年嘅10月，除咗啱啱頭先講嘅2024年嘅1月份之外咧，係全部下跌，全部都係負增長。咁你見到其實成個貨櫃碼頭嗰個吞吐量咧，係出現相當驚人嘅跌幅。呢個係數字唔講大話，我成日講。所以其實由數據睇，根本就係香港嘅航運中心實力已經係遠不及以前，甚至係出現明顯嘅倒退。而呢個所謂運輸及物流局居然夠膽死喺度話大家有眼睇嘅，譬如見到貨櫃碼頭丟空啦，見到葵青碼頭吞吐量嘅數據係不斷下跌啦，以至係香港嘅排名係跌出全球10大。佢夠膽死係反而係捏造事實咧，係反駁所謂自由亞洲嘅電台，唔承認而家香港航運中心嘅地位出現嚴重嘅倒退。呢個咧其實係我對成個運輸及物流局以至林世雄本人咧係相當之討厭厭惡嘅一個動作，基本上只係喺度擘大眼講大話。
所以由嗰一刻開始咧，其實我對林世雄咧已經係有一個相當負面嘅印象。當然，航運碼頭下跌唔係單單林世雄任內嘅事，因為其實我哋頭先都講啦，其實由20年前嘅全球第一，已經而家香港嘅航運中心地位跌到去全球跌出10大啦，而且相信嚟緊今年嚟計咧，其實因為嗰個吞吐量仍然下跌啊嘛，相信排名都會進一步下跌。呢個好大原因係因為中國嘅好多集散貨櫃碼頭嘅吞吐咧，已經唔需要再經香港啦。而家全球最繁忙嘅港口係上海，跟住係寧波、深圳、廣州。呢啲其實港口已經係完全取代咗香港轉口港嗰個功能。咁所以其實由呢方面睇咧，就唔係單單林世雄一個嘅問題。咁但係你由佢嗰個所謂反駁，話自由亞洲捏造事實，呢個其實係即係相當之所謂高級紅低級客，我覺得係一個門上欺下嘅一個惡劣行為。咁所以由呢一刻開始咧，其實我已經對呢個局咧個印象係相當之差。咁其實除咗航運中心林世雄做唔到任何嘅補救之外咧，其實過去一個禮拜咧，大家睇到一個有兩個重要嘅航空嘅所謂突破點啦。咁一個就係香港嘅第3條跑道，所謂三跑咧，係終於落成啦。咁講緊係1415億，講緊14年嘅投資係終於完成。咁另一個就係香港機管局入股珠海機場。其實呢兩個 event 咧係同一個禮拜發生。如果大家睇翻林世雄當時嘅網誌咧，仲係誇誇其詞話香港步入航空周，兩個活動咧佢都有參與，都有發言。咁其實似乎表面睇咧就好似真係做到一啲成績出嚟喎。咁所以咧，其實所以話今次李家超突然間撤換林世雄啦。我見報道講咧，其實話運輸及物流局內部咧都係感到相當震驚，而林世雄本人咧亦都係只係喺星期四嘅朝早喺早討會之前咧係被李家超召見咧，係通知佢被撤換嘅消息。咁所以見到咧由即係所謂航空周兩個活動嚟睇咧，其實今次嗰個撤換咧，對林世雄以至成個局咧都係相當意外，因為林世雄認為自己做嗰啲成績啊嘛。咁但係我想再深入啲講多少少，所謂三跑同埋入股珠海機場。其實三跑當然三跑亦都唔係林世雄一個決定嚟嘅，因為講緊14年前已經決定做呢個投資㗎啦。咁但係而家三跑雖然話真係落成咗，咁但係到底未來我哋對香港嘅航運中心地位到底有幾大幫助咧？我見光傳媒之前有統計，其實而家香港疫後接待旅客嗰個復原能力啦，比起2018年嘅高峰咧，我哋仍然係大幅倒退咗37%，甚至乎其實好多係靠內地嘅陸路旅客嚟香港，而機場嘅使用量訪港旅客基本上係大幅減少，勉強係個客運能夠有增長咧，好大程度係因為香港人外遊，大家中意返鄉下又好，去日本或者係去其他東南亞指水低嘅地方，甚至唔少人會去英國探朋友探親。咁但係靠外來旅客去訪港咧，其實呢個數字嗰個跌幅咧係即係相當之驚人。你講緊即係好多譬如日本嘅旅客係大幅減少咗60%，英國嘅旅客係跌咗50%，美國嘅旅客跌咗3成半。你見到其實係香港嗰個訪港旅客嗰個旅遊量咧，其實係大幅減少。你呢個時候啟用三跑1400億嘅投資，歷年咁多爭議，其實點樣會有一個即係所謂經濟效益咧？而家機管局自己就話我哋到2035年咧就可以大幅增加我哋每小時嘅升降航班咧超過100班啦。咁但係而家講緊每小時可能上落嘅都係得幾班嘅航班。到底2035年你同我自己喺唔喺度我都唔敢肯定。咁你講緊2035年一個咁長遠嘅規劃，我自己對即係呢個三跑嘅經濟效益咧係其實好大保留，甚至乎呢1400億到底係咪最終可以收回成本咧？
大家記住喎，1,400億其實大家都有份嘅，因為喺大家出入香港機場使用機場嘅時候，都有一個機場嘅建設稅。呢個其實係未來一段時間咧都要繼續繳交。咁呢個其實係即係納稅人香港市民咧都有份去貢獻。另外一個就係講緊即係入股珠海機場，其實到底個經濟效益喺邊呢？珠海機場對香港嘅存在咧，其實珠海機場做一段時間一直都係由機管局去提供管理服務㗎啦。咁但係而家內地嗰個機場競爭喺講緊深圳都有3個主要機場，本身已經係對香港構成好大競爭，而且更大個問題係而家到底外國旅客到底有幾大需求要翻去即係去內地咧？我哋知除咗係內地而家其實內地都知死㗎，你見佢最近咧係做咗一啲放寬簽證嘅措施啦，包括可能係一啲中歐啊、日本嘅旅客咧都唔需要簽證可以落地。咁你其實明顯見到咧，其實內地嗰個訪客咧其實係亦都係大幅減少。咁更加重要嘅問題係因為俄羅斯同烏克蘭嘅戰爭咧，其實歐洲嘅航空公司咧係大幅減少咗去中國嘅航班，因為佢而家要繞道，唔能夠再飛俄羅斯嘅上空去中國。咁啲航空公司其實計落咧係覺得根本冇成本效益。其中好似大家知啦，就譬如維珍航空咁已經我覺得佢做咗最絕嘅啦。佢唔單止係減少去內地航班啦，甚至係完全取消同埋退出咗香港市場。包括係無限期取消倫敦到上海嘅航線啦，亦都停飛倫敦飛香港嘅航線，包括關閉埋香港營運咗30年嘅辦公室。另外就係瑞典嘅北歐航空啦、德國嘅漢莎航空啦、波蘭航空啦，都係暫停咗去中國嘅航線。你咁樣嘅數據睇嚟，其實你見到根本就係歐美嘅訪客去內地嘅次數咧，其實已經係大幅減少。咁你而家靠住國泰，咁但係國泰其實仍然大家留意，其實佢仍然未翻到去疫情前嗰個運力，只不過管理層不斷強調話，我哋會希望可以喺出年恢復翻，到底做唔做得到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大疑問。講咗好多航運同埋空運嘅消息，空運其實點解我哋都仲係可以支撐到呢？其實好靠就係我哋嘅航空貨運，香港嘅航空貨運係全球第一，呢個必須要即係承認咧，呢方面係做得好出色。喺無論機管局以至係譬如國泰呢啲貨運嘅需求，咁但係其實好大部分咧又係因為靠內地嘅一啲所謂平價嘅空運郵件，包括天湖書燕，其實佢哋係佔據咗香港空運貨運嘅市場一個好大嘅比重。咁但係呢個係另一個題目啦，可能有機會咧先再同大家分享。咁講到呢度啦，咁就到底今次雙雄被炒之後，仲有冇其他官員會撤換呢？譬如不斷計錯數嘅陳茂波，以至係大家講咗好耐嘅環境局局長謝展寰，咁我相信即係嚟緊都仲係好戲連場。今日講到呢度啦，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留言節目，亦都希望大家點讚分享啦，希望可以更加多朋友可以訂閱呢個頻道啦。咁我哋下次再會啦。